讲到信仰毋只是一种财物，请陈牧师。现在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伫你的圣殿聚集，这个时阵是礼拜，是阮敬拜你神圣的时刻。愿你伫礼拜中用你面的光来照阮，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。愿你用圣神对阮讲话，开阮的目睭，互阮亲捌上帝你的荣耀甲权能。主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透放阮，互阮对愚妄无知的中间，醒悟，通看见上帝你真理的道路。也愿上帝你赏赐圣神，吸引伫阮的顶冠，带来极阳光的愿望。阮伫你的面前，摒空阮的心，愿你用新的画面充满每一个阮当信的兄弟姊妹，无论是囡仔，无论是老人，主阮伫你的面前恭敬祈祷，恳求你怜悯。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耶稣伫伊顶十字架时，照着圣经福音书顶卷有记载，耶稣伫顶十字架的时阵，有讲出7句的话。2000年来，教会常常用十架七言。耶稣伫临终最后所讲的7句话，做信仰反省真要紧的亮光。今仔日我要用耶稣伫十字架顶悬所讲的第一句话，来甲兄弟姊妹来陈述，因为这应该是我伫恁中间33年中间从来毋捌提起的一节的经文。愿主赦免我，因为我应该较早甲恁讲，因为咱的主耶稣基督是十字架顶悬，伊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愿你赦免因。因为因所做的，因毋知。主耶稣用怜悯的心，为着世间人的愚妄来发出伊的祈祷。咱若监督读圣经，咱可能无法度体会到这句话伊的宝贝。有什么种的人？当人要甲伊杀死的时，伊要阁甲伊祝福，为伊祈祷。耶稣讲：主啊，爸啊，求你赦免因，是为出卖伊的犹大所讲的吗？也是迄个无公义的法官审判彼拉多，或者伫迄个兵营内底夹边，甲伊拍，用刺背。做王冠冕旒，互伊治。遐罗马的兵，因讲阮不得已，因为阮就是兵啊，军人就是天生就是服从，或者是为着一礼拜前伫耶路撒冷城中间讲何塞那，何塞那，对上帝的来，伊的名应该受恶落，迄阵无知盲从的群众。所听的姊妹，可能拢毋是。这句话是为你甲我咱耶稣伫天顶讲，主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对我遐尼久，但是因到今也无明白上帝你所恩重奥妙的真理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咱静静来思考。今仔日我甲咱做伙思考这个题目，就是我个人一个自我的反省。我敢已经真正认捌，我伫讲道中间咧讲的2000年前一个伟大智慧的列比耶稣，
我敢有相信，伊是一个来到这个世间要带予人仰望、荣耀、尊贵、活命上帝的圣子基督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我们要邀请咱大家，咱做伙共同伫这个来教会内底做礼拜的每一个当信的兄弟姊妹，咱安静问咱家己讲：我伫德堂教会出入，敢有帮助我？互我的目睭金，互我的心火热，互我真正认捌，我坐伫这个所在是咧创什么？所听的姊妹，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纪念主耶稣所讲充满怜悯的话。因为世间可能无一个人会当亲像耶稣，伊伫面对死亡的惊吓进前，伊竟然遐尼坦然。安尼为着伤害伊的人，对心中充满怜悯。我们要甲兄弟姊妹讲，耶稣无死。你讲牧师，耶稣就明明死，是耶稣死，但是2000年来有真多耶稣的学生，伊甲耶稣同款，因拢用这句话做因的祈祷。今仔日我要甲恁讲一个故事。就是美国有5个囡仔，袂使讲囡仔青年，因为着服务工的无智慧、无教育的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得到祝福，因对美国西弗林基教南美洲，这5个人拢互印第安人给杀死伫当地。迄个印第安人部落叫做奥卡族。历史中敢有真侪这种的故事，因为因回应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悬的呼召。耶稣的基督毋是干那为着犹太、比拉多甲罗马的平等，耶稣是为着世世代代来追求真理、活命甲道路的人。耶稣讲：天父上帝，你怜悯伊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恁的灵无搁再受白血度孤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愿咱会当醒悟，伫救主耶稣的面前讲：耶稣，感谢你，求你怜悯我，是一个愚公的人，开我的目睭，互我明白真理、活命甲道路。这就是耶稣伫十字架顶悬，传统上2000年教会常常咧默想。十字架起源，爸啊，下面因为因所做，因唔知。这个祈祷真重要，因为这个祈祷是甲咱，唔是甲2000年前遐人尔。这个祈祷是甲每一个仰望得到智慧的人。今仔日个经文讲，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要谨慎恁的脚步。兄弟姊妹，咱来到这个礼拜堂，咱心中的意义是什么？互相的交陪，大家开讲，互相的拥抱。兄弟姊妹三亲，干嘛安尼尔嘛？兄弟姊妹，咱是上帝的囝儿，咱伫礼拜当中，上要紧的工作，就是恭敬敬拜耶和华咱的上帝。愿主祝福咱今仔日的组织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咱每一个人拢受讨棒，咱的目睭拢得到拍开，咱想无的问题拢得到答案。因为对国外这受难者，牧师常常甲恁讲到一个字，叫做逆离，英语讲 paradox， 就是是非而是，就这个世间人听无，正人听耶稣讲道听无。耶稣讲：“我独独用譬喻甲恁讲，咱是一阵福气的人。伫咱听无的时，耶稣解说互咱听。耶稣将这个世间人无都明白的，就是十字架，伊将苦难变作祝福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修行，咱得到自由，因为耶稣用伊的怜悯，用伊的疼。”互咱的愚公
得到定心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，直到咱长大成人了后，咱愿意回应，因为主耶稣讲：恁若爱对我，就日日拿恁的十字架来跟对我。愿咱亲像主耶稣基督，为着生活伫黑暗中的人，咱伫十字架顶悬发光。因为耶稣讲：恁就是世间的光。所听下的姊妹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成做你祝福你的家族的人吗？你愿意伫你生命中间的十字架的顶悬，有愿像耶稣安尼祈祷，主啊，怜悯这个世间人的愚妄，因为因唔知。所听下的姊妹，愿咱伫主耶稣的手中，咱甲主讲：主，我家己本身就是一个愚妄黑暗的人，我何德何能？我真侪人的祝福，伫不知不觉的中间，主的圣神啊进入咱的内底，咱就要忽然讲：以前我是一个黑暗失败的人，但是什么时阵，我既然有主的光也看伫我的生命中间。兄弟姊妹，毋是咱发光，是咱的主将伊的光放伫咱的家庭，放伫咱的人生中间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个人，咱受捆绑的习惯，咱做未来的尊贵良善，愿主耶稣甲咱透开，互咱如鹰展翅上腾，好唔好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拄像我所讲的故事，有一个电影，这是足老的电影，今仔日可能无容易看到，只有伫图书馆或者伫 YouTube 顶悬，恁若拍一个题目叫做《奥卡族》，恁就会当看到这个影片。所听兄弟姊妹，5个美国的少年人，因为着无文明、无教育、无文字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，因驶着小飞机来到伫南美洲，这5个人少年人拢死伫遐。当因的亲人太太失去丈夫，囡仔失去老爸，因不但无埋怨伊的老爸去做这个傻事戆代志，后来这个妇人人太太失去丈夫的妇人人，竟然看伊的囡仔继续到迄个所在，后来因的听信心甲勇气，互这个印第安人杀死因的这个部落奥卡族。后来因得到主耶稣基督生命的真光。所听的弟兄们，这不是故事，这是十字架的画面。因为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悬，不是干那下面人。主耶稣将这句话传给每一个愿意跟对伊的人。耶稣讲：恁若要做我的学生，就日日拿恁的十字架来跟对我。兄弟姊妹，伫十字架顶悬发光啦！伫十字架顶悬发光，咱是主耶稣所敬，要伫十字架顶悬发光的基督徒。主若来，黑暗就离开；主的光若来，黑暗就离开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对这句话开始，咱问咱家己。耶稣伫十字架顶悬，问伊伫迄个所在来宣告怜悯，因讲伊唔知，那安尼耶稣爱咱知影啥物？今仔日礼拜到了，你的囡仔若问你讲，爸爸妈妈，今仔日礼拜牧师咧讲，耶稣讲恁都爱深知，真正知，到底牧师是咧讲啥？兄弟姊妹，恁敢会当甲伊讲，耶稣爱咱知影啥物？耶稣爱咱知影人生观，咱为什么咧活？耶稣爱咱知影，咱是十字架的学生，价值观，毋是什么钱拢会当摕，嘛毋是什么路拢是好路。
耶稣爱咱知影世界观，就是你都爱听人亲像家己，因为你毋是单独上帝独宠，敢若听你，毋是上帝听世间。耶稣爱咱知影宇宙观，伊爱咱知影，咱对来，咱要对去。可我会注意耶稣伫伊学生的中间出现，伊甲伊讲：当我已经甲恁祝福，我要上天，我要去天顶为着恁备办所在。多马问伊讲：主啊，你要去什么所在？耶稣甲伊讲：我知我对来，我知我要对去。我若去，就是伫天顶为恁备办所在，因为我就是真理、活命、道路。人若要通过我，就无人会通就近天父上帝，进入天堂。如果咱若斟酌将圣经这话放做伙的时阵，咱就真正知影讲，原来听讲道明白耶稣所讲的“知”爱打这个字，保罗深深知影。所以你若勤读保罗伊所记载的见证，甲也传耶稣基督的心意的批信，恁就要知影耶稣所讲的话，伫伊学生的中间产生光。今仔日伫咧讲道的这个 slide， 这个 PowerPoint 的这个第一张，牧师用两个字叫做“知火”。知火，我毋知恁看到这个字会会心一笑无？有个人会笑啦，因为恁甲我同款有看过这个连续剧，但是牧师毋是咧讲迄连续剧的内容，毋是。知火这两个字足有意思，我敢真正知影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咱甲耶稣讲，主伫你即句话中间有两个真要紧的功课。第一，就是下面甲头放，下面甲悔改，无悔改就毋是真正得到下面。所以耶稣讲：主啊，爸啊，下面因所做伊毋知。耶稣即句话真要紧，就是人若无顶头生，就袂通进天国。第二个信息，耶稣讲，因为因所做伊毋知。咱会想讲，迄是戆人毋知，但是阮拢知。当逐个人若讲伊知的时阵，伊就是戆人。因为世间人所知拢无完全。兄弟姊妹，毋通骄傲，毋通可惜，毋通拖相信家己有几牛重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谦卑伫上帝的面前讲：主啊，我的所在有限，主求你开我的目睭，求你开我的耳孔，主求你用你的真光照我的内心，带我脱离黑暗的关系。所以伫今仔日耶稣即句话内底讲到，下面的听，保罗讲，耶稣伫十字架顶悬的听，是永远无阻挡。伊写伫罗马书第8章35节，伊讲无人会当界定天父上帝的听，这个听已经伫耶稣基督的内面。罗马书第8章35节、39节，愿天父上帝互咱知，这个听已经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向咱表明。愿咱伫伊的面前，咱得到自由，得到恩望。得到头放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的引带，咱过一个顶头生的生活。主甲咱三角地带，离开咱的愚妄，因为主讲我的话就是恁脚前的灯，就是恁路上的光。所以牧师伫今仔日要甲恁做伙做反省的祈祷。这个反省的祈祷就是问我家己讲。我敢真正已经认捌耶稣基督？耶稣捌问伊学生讲：咱咧做福音、传福音的事工，外面遐个人，因安怎讲我？耶稣学生讲：有人讲你是以利亚，有人讲你是什么，是先知中间的一个。
耶稣问伊学生讲：那安尼恁讲我是啥物人？多多只有彼得讲：你是救主。彼得讲：你是基督。所听的姊妹，你讲耶稣是啥物人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对心中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保罗伫伊的罗马书内底开宗明义，伫第1章伊就安尼讲：伊讲这个世间人明明知影天地中间有神明，但是因无愿意敬拜真神，因为因看轻上帝。特别保罗咧讲的是犹太人，当犹太人明明知影耶稣是救世主，伊无愿意尊重伊，所以呢心思意念不变做虚假，伊的心就黑暗。人若无敬畏上帝，就亲像蜡条欠中间迄条心。人若无敬畏上帝，这个心又是空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那咧耶稣伫今仔这段圣经的中间，伊咧讲的无知是什么？检查咱来用历史的故事，耶稣定是咪给迄个时阵所发生的种种的故事，咱会当看到一群教会内底的头人，无论大祭司、经学士、利未人，因感觉因是活伫上帝恩典竞选中间义人，这叫做恣意妄行、自以为义。可另外一种人，因到死都无愿意承认有上帝的存在，唔惊上帝。还有一种人，出卖灵魂，生活伫黑暗的中间，因为因的主人叫做 money， 马门。还有另外一种人，就是对老咧念伊学了摇花，何山啊！但是念伊，佫改话，改定互死，改定互死。咱到底是什么人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圣经传道书第5章第1节，有所第1章要甲咱讲什么种的信息？所听的姊妹，安尼祈祷，用今仔日的金句，用传道书第5章第1节。每一摆做礼拜，恭敬来听上帝的话。传道书第5章第1节讲：恁来到上帝的礼拜堂，就警醒恁的脚步。迄句话白话字的翻译叫做谨慎恁的日常生活。咱听讲道是为着要互咱伫日常生活、日常生活谨慎来行。恁着紧，咱着紧，每一个人拢着紧，静听，因为羊仔真捌牧者的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拄起牛讲，因为所罗门伊讲，世间拢是戆人，因为因连因咧做啥物，因都唔知影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，咱反倒当用金句，做咱的祈祷讲：主啊，伫这个清早的时，恳求你，互我听见你慈爱的声。阿免吗？主啊，伫每一个清早的时，主用你慈爱的声，甲我讲应允愿望的话，好唔好？愿咱对今仔日开始到一生的路尾，每一日体验你的目睭，每一天拢充满欢喜甲祝福。咱拢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今仔日你要享受稳定，主你要互我行一个欢喜、有意义、有滋味人生的道路。用这节圣经为着咱一生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的圣神，互我知影，我着行的路，行所当行，为所当为，做咱应该做的事，行咱应该行的路，毋是出入勉强。我有一个个性，我真不爱甲人念，
检查是可能过去细汉互人念惯势啊。我拢感觉人应该大人大种啊，巧人应该知影家己爱安怎做。但是我后来才发现，其实真侪时阵咱拢唔知影敢毋是。但天父上帝怜悯咱无小笑啦，咱拢共款，咱拢需要真光，咱拢需要怜悯。今仔圣经讲，互我深深知，这个字伫圣经原文叫做爱达。我常常甲恁讲这个原文的字，有当时望恁咧，咱加减背两字背两字，毋是咧甲我世俗人甲外邦人夸口讲，我就知影圣经叫做爱达，我知影圣经叫做沙龙，我的圣经讲阿加佩。好的字，其实你若甲背起来，你就深深知影讲，迄个字是所用无穷，伊就亲像一个口号。主啊，求你互我深捌你，真正真捌你，这就是生命真正真光。第一个，我要用这句话邀请兄弟姊妹，都来到一起头。第一句话，我问我家己讲：我敢真正捌上帝？那你上帝甲其他的生命有甚物无共款？我甲真正真捌耶稣基督。直到我真正愿意将我一生所有的无怨无悔，甲耶稣讲：耶稣，我为你活。这就亲像迄五个戆人，因为戆驶只分起去，咱袂做，就一去不回头。因亲像伫十字架顶悬发光，虽然死，也搁咧讲话。迄个故事发生在1952年，70年前，这五个少年人亲像耶稣钉伫十字架顶悬。受砍到受抬的所在，无讲甲一句话。但是当因死了后，因的生命的故事继续伫教会历史顶悬，互真侪少年人欣赏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信仰毋是干那一种查经的圣经知识。咱来参加干嘛教会的查经班，绝对毋是要增加咱的对圣经的知识，毋是。信仰是帮助咱找到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信仰是帮助咱找到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道路就是将来我好去好将，真理就是我的智慧。我思故我在。我信，我就是。我安怎相信，就真侪心中的基督徒。所以听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，求主帮助我，无做一个野乡对拜，无无明，拜什么都拢毋知。以前我可能毋知，但是今仔日开始，我要开始知，我要认真知。我要真正知，也这有重要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圣经有所第1章第7节讲，愿赏赐智慧甲启示的圣神，愿赏赐智慧甲启示的圣神。注意看，启示甲智慧，伫这个世间心中的人有能力，有智慧，有眼光。有洞察力的人，愿天父上帝帮咱。这个拜牧师寄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的短片，互恁看。伊讲到特斯拉的头家，伊独到的眼光，互伊成做全世界即卖目前上好嘅人。伊看到人从来毋捌看过，从来毋捌想过。因为以前古早100几年车拢一定爱用内燃机，就是引擎。这人忽然想到一项，就是讲，为什么逐只车都爱用引擎？敢袂使改一个？会啊，使你人牵马仔来啊，叫做马车。伊忽然就想到讲，我若用电敢袂使？你敢知迄种革命
紧甲互全世界的人措手不及。全世界趁上济的汽车大厂商，免税啊，这法拉利啊，美国的就是好路的，全世界这大车厂，犹阁暗时咧做民望的事，特斯拉突然有人讲免10年，全世界即摆拢种电动汽车，紧甲互咱无法度想象的紧。兄弟姊妹，智慧启示就是洞察力，你能看到人看袂到的物件。但是兄弟姊妹，特斯拉也毋是上有智慧的人，因为人好奇好强。今仔圣经咧讲，一个人若真正认捌上帝，伊就认捌家己；一个人若认捌上帝，伊就袂浪费伊伫即世间中间的100年的青春。当然，毋是100年拢青春啊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少年的时阵，亲像少年人；老人的时阵，智慧亲像老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主照明咱的目睭，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。您同意吗？特斯拉知道，伊毋是干那做车呢。你要看美国迄个有智慧的人，伊发现我为什么要靠这个基地台？美国抢先一步，伊打算要做12000粒的小型这种的卫星，伫全世界的天顶顶悬12000粒的小型卫星，将来所有的无论车、飞行机、甲船，拢需要纳钱予伊。因为因需要 GPS， 特斯拉你若将来要上车，就亲像车一个开车，伊讲即摆开出来介绍，就是你若买迄个系统，$10,000一年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我毋是咧甲恁做生意啦，但是恁就当看到智慧的价值较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。毋是干那认捌世间，是认捌上帝。上帝所予咱的个圣经讲，上帝所予世间人的恩召，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邀请。今仔日咱若坐伫这个所在有感动，咱来知迄个感动就是上帝通过圣神来对你讲话。迄个感动就是上帝通过圣神来邀请你。伊讲我所听的囝儿，我所听的查某囝。今仔日你要甲我做伙到乐园，耶稣伫十字架顶悬所讲的第2句话，伊甲伊身边迄个悔改的人，伊甲伊讲：今仔日你要甲我做伙到天堂，邀请。保罗讲，这个邀请是何等的愿望，是丰盛佮荣耀的愿望。这就是这句的圣经的意思。当咱来知影上帝手中伊所予咱的邀请。是祝福，咱就要甲上帝讲阿们。咱要甲上帝讲，无你我会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诚做伊的囝儿，伊的信，咱有全然的洞察力。呀，这有重要吗？咱检测咱受的教育无赢过咱的囡仔，但是无代表咱心中的智慧比因较少。恁的教育程度可能赢过恁的阿公阿嬷，但是无代表恁的智慧将来赢过恁的阿公阿嬷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今仔做伙坐伫这个所在，拍开圣经，咱做伙咧讨论的，就是如何加做有智慧的人。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较侪讲圣经的话，较侪讨论圣经的话，较认真思考。上帝早就已经伫圣经中间，伊讲是就是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像耶稣的学生，咱定心想讲，耶稣是什么人？愿咱伫伊的面前，恳求各位的圣神帮助咱。今仔圣神讲。就照明恁的心目，
照明咱的心目的意思，就是让咱的智慧得到发展、开窍。咱的生命目睭拍开了后，咱就我都判断是非好歹、良善见效。所听的姊妹，最后的结局就是咱做一个正确决定，叫做为所应为。咱伫世间有真多麻烦，就是为所不应为。人生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做对的事，用对的方法来做。英语讲 "Do right thing, do things right"， 这种古早人的智慧，但是圣经就是安尼讲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知影讲，原来信仰毋是干那一种的知识。信仰就是活命，信仰就是真理活命甲道路。所以听爱的姊妹，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伫主耶稣基督的祝福的内底，咱的生命得到改变。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老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就是新的人，旧的代志拢正过去。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得到自由，咱得到逃亡。第二，我是要邀请咱甲主，各位主耶稣讨讲，主耶稣你已经通过一个极大的痛，死伫十字架顶悬。主对今仔日开始求你帮助我，甲你同款，伫十字架顶悬做你应该做的事。主耶稣，你有你的十字架，我嘛有我的十字架。因为你的十字架带来荣耀，我的十字架嘛要带予我荣耀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，予我伫我生命的十字架顶悬成就美妙的事，为所当为，行所当行。这就是今仔日的圣经的话讲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找咱所要行的道路。来到主的面前，找咱所要行的道路。箴言讲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箴言有真侪话讲着智慧。上帝讲，我要为着正直的人留真智慧。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直到咱清楚明白，什么叫做真正的智慧，关键性的智慧。这个智慧不是干那赚钱尔。这个智慧上重要就是，我的生命要投资伫什么种的代志？我100年的人生，我要安怎起头准备？用30年的时间读册准备，用30年的时间认真工作，用30年的时间认真退休，享受我生命最甘甜的精华的阶段。真正的智慧就是知影。我对来，我要对去。伫当下，我要做什么？所听的姊妹，愿天使陪恁祈祷，愿圣神帮助恁的祈祷，愿咱的主耶稣抱咱、看咱、装备咱，互咱真正得到智慧。也这今仔圣经讲，这是一个邀请。上帝恩宠，上帝恩召，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邀请。兄弟哩，你愿意对你心中甲上帝讲阿们吗？如果你这个时阵若咧拄久，紧坐起来，甲上帝讲阿们。哦，咱若头也无听到，尾也无听到，但是这个英文你有听到，就够个啊。所听的姊妹。愿咱甲上帝邀请讲，你愿意做我所听的囝儿甲查某囝吗？啊，恁阿免甲遮细声。恁敢愿意做上帝宝贝囝？阿免。愿上帝将恩望荣耀赏赐予咱。哦，在什么？在我的人生对来对去，在什么？
在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赔上了生命，其实不是赚，在什么？知影我有一阵三天遐的姊妹，伊超过我的亲人家族，知影什么？知影我对对来对对去，宇宙观。所以遐的姊妹真正想，今仔日圣经讲伟大，伟大就是讲起一种完全的理解能力。这个字伫圣经中间，伊真正本意是讲真正完全的理解能力。保罗讲，这种的财物会当互人分别好歹，写伫腓立比书第1章，互人会当判断什么是美好的事情。保罗搁伫哥林罗马书第10章伊内底，伊嘛讲有真侪世间人无用试试。但是因为无用甲热情，毋是真正照着真知识，所以这个世间所投资的，有当时到年老，咱会发现讲，我买唔到股票啊。所以听的姊妹讲，咱到年老的时，咱甲主讲，主啊，我实在是真戆的人，但是家在有你，我着安尼不眠不闭的中间，我着选择你啊，结果我着有全世界。主帮助咱，因为明白上帝心意的人。就要知影上帝伫你生命中间的计划，你相信吗？当你来认捌上帝，你就知影，上帝伫你的人生中间有伊美好的计划。这就是保罗所讲伟大。原来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回应咱的主耶稣的邀请，伊毋是干那可怜咱，耶稣将这个基督交予咱。牧师要真肯定甲你讲，耶稣十架起源的第一句话，就是主导文内底一句话。恁有想到无？下面阮的辜负，亲像阮的下面辜负阮的人，奇妙吗？在十字架上祷告，在十字架上发光，上帝就称我们为他的宝贵的孩子。兄弟姊妹，因为咱拢唔知，但是上帝接纳咱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主，阮将我的愚公摆在你的面前，求主你监察。因为阮的失败，因为阮的自义，因为阮的骄傲，因为阮的自尊，因为阮世俗的选择，你告主耶稣，你需要为阮背十字架。但是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阮感谢圣神，搁一摆将你的十字架顶悬为阮祝福的代祷。对今仔日开始，阮会活伫这个祈祷的内底。自对今仔日开始，阮要伫十字架顶悬，用这个祈祷做阮的祈祷。阮要为着这个世间的愚公黑暗，来做一个十字架祈祷的人。主帮助阮，伫你的祈祷，甲你深深结连，求你互阮得到赦免、讨放、自由、甲尊贵，因为这本就是你的心意。阮深信讲，阿们。这是阮心所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